有人話就業融合社會企業不過係美化版庇護工場，淨係俾殘疾人士做模擬工作嘅體驗，產品質素參差，根本唔算賺錢嘅。係咪真嘅呢？今日帶大家探下明心園嘅故仔。呢間由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，簡稱 ASD 嘅阿明創辦嘅綠色王國，睇下點樣顛覆固有印象。2019年，阿明帶住明心園落地時，到處都係懷疑聲。明先生，你覺得明心園最特別嘅地方係邊度？明心園嘅定位係專業農場，呢度每棵菜嘅生長數據都係由員工用專業知識操控嘅。我哋會系統性培訓團隊掌握種植技術，希望呢度唔單止係一個工作場所，更係一個可以積累職業技能嘅專業平台。明心園聘請嘅 ASD 員工，我哋着重專業配對，根據每個人嘅能力特質與技術擅長，安排適合嘅農場崗位，確保提供真實嘅就業機會之餘，人工亦達市場水平。有冇搞錯？ ASD 人士識種菜價咩？有人話呢度淨係為 ASD 青年提供工作機會嘅慈善項目，種出嚟嘅菜邊有人敢買呢？但阿明做咗件所有人意想不到嘅事，佢揾齊農業專家同職業治療師，花半年時間設計出全港首個 ASD 人士友善嘅水耕系統。佢哋發現 ASD 員工獨特嘅專注力同專注細節嘅特質，簡直係為科學化嘅農業監控而生。佢哋種嘅唔係普通菜，而係靚到可以當藝術品嘅微型蔬菜、食用花，甚至連法國廚師夢寐以求嘅龍蒿草都種得出。呢度每一棵菜嘅生長數據，我都記得好仔細。一開始有餐廳抱住做善事心態落單，但試過之後，主廚們發現呢度嘅菜鮮味十足，質素非常高。曾經被認為難適應社會嘅阿維，而家係園內嘅微型蔬菜達人。佢研發嘅多層立體種植法，令產量提升40%。而家佢除咗打理溫室，仲負責培訓新員工，甚至有本地大型農場用市場價挖角。以前覺得自己係怪人，而家發現怪異嘅專注力，原來可以種出寶貝。好多人見到我哋請 ASD 員工，就覺得我哋係做善事。但你睇呢份合約，係5星級嘅全島酒店嘅3年供貨協議。正因為明心園每日直送嘅蔬菜新鮮穩定，先促成呢筆長期合作。明心園唔係靠同情生存，我哋靠嘅係種植技術、對品質嘅執着。我哋做嘅係一盤有溫度、有盈利嘅真正生意。明心園嘅故仔，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啦。大家睇完呢個故事之後，仲會唔會覺得就業融合社會企業係美化版庇護工場，只係提供一啲從事簡單工作嘅職位嗎？明心園用行動揭示一個事實：現代就業融合社會企業嘅專業特質有：1. 實薪就業，提供有真實嘅就業機會，而且人工係市場水平； 2. 競質營運，喺有質素標準嘅競爭市場入面運作； 3. 應需產服，生產一啲符合市場需要嘅產品或者服務； 4. 培訓支援，會投資喺專業培訓同支援系統度； 5. 職位適配，根據業務需要設計一啲有意義嘅職位； 6. 職業發展，提升員工技能以助職業發展； 7. 雙重目標，目標係做到業務長遠發展，同時又有社會影響力； 8. 就業橋樑，有時仲會做橋樑，帶員工入公開就業市場。呢個就係就業融合社會企業嘅專業特質。當社會用特殊需要定義弱勢社群時，阿明同明心園選擇用特殊才能發掘佢哋。通過阿明故仔，不如我哋再反思下： 1. 就業融合社會企業點樣同時滿足市場競爭力嘅要求，同支持弱勢社群就業嘅需求呢？ 2. 喺追求市場標準同產品質量嘅過程中，就業融合社會企業點樣改變大眾對弱勢社群能力嘅刻板印象呢？ 3. 同傳統庇護工場相比，就業融合社會企業嘅營運模式點樣影響弱勢社群嘅職業發展呢？請喺評論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同經歷，同我哋一齊探討，一齊支持彼此。